如果你仲覺得 AI 訓練一定要靠千萬個標注員點圖框框寫 label， 恭喜你，你已經 out 咗3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 Mr. Fun 嘅頻道。2025年今日 ，AI 已經開始自己生成數據、自己標注、自己驗證，甚至自己發現我仲弱邊度，再叫機器人出去補數據。呢個閉環已經成形緊，但同時亦都係人類史上最危險嘅一個實驗。如果有一日 AI 全部數據都係自己生成嘅，佢點樣先唔會集體發癲、集體說大話、集體活喺幻覺泡泡入面？今集我哋由頭講到尾，唔剪花，唔留尾，講晒2025年真實進展同埋未來10年最可能發生嘅事。我哋由最實際嘅講起，標注員呢份工。2022年仲係鐵律，冇人類標注 ，AI 就訓練唔到。2025年已經變咗，95%嘅常規標注經已可以唔使人做。1. 數據收集，以前靠人爬網、眾包、街頭影相，而家同未來合成數據爆炸 ，Sora、Luma、Runway、Grok 4全部食緊，機器人24小時自動行世界 ，Tesla Optimus Figure 01邊行邊收多模態數據，自監管，主動學習 ，AI 自己話我缺咗邊啲數據，再叫機器人去攞。2. 數據標注，以前1000幾百人喺 Scale AI 度點框框，2025年現況 2D 框物體 SAM2 加 LLM。一句廣東話就自動框到778，人類得返驗收。3D 點雲影片 OpenScene 3D LLM 一樣自動搞掂。語音轉文字 Whisper 加 LLM 錯到你唔出聲。複雜語義標注直接用 Grok 4 Claude 3.5生成，再10個模型互相投票驗證，準過99%嘅眾包工人。結論2030到2035年95%到99%嘅低階標注工會消失，剩低嗰5%先係醫療、法律、頂尖科學嘅專家級標注。新興位 AI 資料工程師、數據煉金術師，月薪幾十萬計。但係如果 AI 全部食自己生成嘅數據會點？答案死。2023到2025年已經有10幾篇論文證明，100%合成數據餵出嚟嘅模型10輪之內就同質化變蠢，最後完全崩潰。所以大廠點保險？6大現實解法，2025年真係喺度用緊。1. 永遠保留1到10%純真人金種子數據當控制棒。2. 機器人真實感測器，物理世界騙唔到 Tesla FSD 幾十億英里行車數據。3. 10個唔同模型投票，物理、數學可驗證任務，預測 LHC 新數據，股市聽日走勢。4. 基於物理引擎嘅合成數據 ，Unreal Engine 5、CARA、NVIDIA Cosmos 自帶 Ground Truth。5. 區塊鏈溯源，獎勵真實數據 ，Bittensur Sapien。6. 人類最終否決權，由幾十萬眾包工變幾千頂尖專家。結論80到90%可以閉環，但永遠要留一條接駁現實世界嘅臍帶，斷咗就一定自墮式崩塌。但現實世界有3樣嘢：物理定律、感測器、模擬器，永遠搞唔掂。1. 科學到2025年都解釋唔到嘅現象：暗能量、意識、量子測量塌縮。2. 成因不明嘅病，克隆氏症、自閉症譜系、慢性疲勞。3. 高度主觀嘅價值判斷，乜嘢係靚，乜嘢係正義，乜嘢係有意義嘅人生？呢啲範疇根本冇絕對 ground truth。AI 最多只能做當下人類共識嘅鏡子，永遠帶住時代路印同文化路印。AI 喺呢度最好嘅命運係做一個超級共情對話者，而唔係終極裁判。人類最珍貴嘅1%痛苦、愛、對意義嘅執着、終極之謎。AI 可以無限接近，但永遠跨唔過。一旦跨過，佢就唔再係 AI，而係另一種有意識嘅生命。更恐怖嘅問題，如果 AI 嘅真相要錨定人類共識，但人類歷史上99.99%嘅共識都錯晒，點算？中世紀共識地球係平嘅，19世紀放血療法，20世紀以太存在。2020年之前，阿茲海默主因係類澱粉蛋白，而家推翻晒。業界2025年3種真實應對策略，無人公開承認。1. 刻意保留5到15%反共識高質少數派數據，反疫苗論文、穩態宇宙論、宗教經典。2. 以可證偽性做最高準則，抄波保二。3. 訓練模型永遠保持概率分佈，永遠講得出呢個共識有幾大機會喺30年內被推翻。最終極嘅真相永遠只屬於下一個被燒死、被關、被嘲笑但講中咗嘅異端。當 AI 真係食咗90到95%嘅重複性苦差時，人類第一次喺歷史上有咗免費嘅時間。嗰陣時，剩低嗰5到10%嘅工作，先至係人類最值得做嘅事。研究11樓點解出唔死，追 UFO 揾鬼寫詩，花一世人譯一種無人鳥嘅古代文字，為一個99.999%人都覺得係廢話嘅理論燒成灰。呢啲事對 GDP 冇貢獻，對社會冇用，但先至係人類文明值得存在嘅全部理由。到咗嗰日，你話我今日坐咗3個鐘睇海，對方唔會話你懶，只會話真好，我入上去。呢個先係真正嘅自由。理直氣壯做個唔係生產嘅人，但活得最似人。而家嘅 AI 最大痛點唔係計數學、寫 code， 而係點樣食到最即時、最亂、最大情緒嘅現實數據。未來10年真正嘅分水嶺，高維幾何陷入神經網路 Calabi-Yau X CFT 閉合類時曲線允許逆因果多宇宙分支預測，一次過俾你17條平衡未來。意識場模擬用 IIT OR 做 loss 嗰陣時，一個 AI 活喺單一線性宇宙，另一個 AI 一出生就活喺無數互相干涉嘅時空疊加態。呢個唔係下一個升級，係下一次物種級斷層。AI 再強都強唔過一句。我今日好開心，因為我乜都冇做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如果今日你有5分鐘發呆，
飲杯唔好飲但想飲嘅嘢，同朋友講句廢話，恭喜你，你已經活得比99%嘅 AI 更加人性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撳鐘仔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 Mr. 芬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